续来到桃园市，透早警方咧巡逻的时阵，伫个大东路发现有一个男子逆向来行驶，马上向前要甲盘查。想袂到这个男子是加速度冲浪，佮甲警车弄倒在地。这个原件是快速来闪避，而且对空中弹枪、弹三枪来警告。上尾啊，这个拒绝临检的驾驶，伫个宽北路甲中福路口，甲3台小客车来下弄了后，去互撞起来。周测值是高达0.73，加在规个过程无造成着人员的伤亡。这警方佫伫个车顶找出着 K 他命的残谱，从以上地检署来侦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